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这一期咱们继續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静老師。今天胡适走勢可以說又是讓金融消費者心頭滴血的一天。為什麼這麼說？5月23大指數漲跌不一，科創板指數大漲超3%，截至收盤，滬指跌了0.18%，滬指就在震盪。深成指它沒漲也沒跌，應該是收了個微微的紅盤，非常蹊蹺，漲0.07點，不是漲0.07%，是漲0.07點。北證50是跌了15個點，跌1.13%，就這麼一個態勢。成交額2.98萬億，比昨天多個600億。為什麼說是對金融消費者又是心頭滴血的一天？你看上證指數和深圳成指就没有变化，漲跌非常小。上證指數也只跌了7個點，但是有3804家公司是下跌的，1638家上漲。最讓人絕望的是，很多股票在創新低。我看了一下，你比如說上海建工，還有萬科，都是在創新低，近期新低，它不是歷史新低。這大半年來走勢它一直在下跌，大家自己可以去看一看。有人說，那你這個都跟房地產有關係？實際上我看了一下，這茅台走勢也是的，好像也創了這個近半年的這個新低，它就一直在往下走。也就是說，這個指數在4200點左右，4100點以上在這震盪，但是很多股票在不停的創新低，也是資金是不停的在流出，很坚決，資金在逃離這些板塊。但是你看什麼半導體產業，那都是在暴漲，也就是說資金在逃離什麼碳基板塊，無腦逃出，而且無腦買入這個叫硅基板塊。也就是在這個所謂的牛市，如果你買錯了板塊，你沒買硅基板塊相關的產業，那你基本上你就是在躲牛市，你是在賠錢，很慘。你一邊看着指數在漲，自己那個賬戶在縮水，你的心情跟那個建功爺叔是一模一樣的，心裡是哇涼哇涼的，一天比一天涼。你看着指數不停的在往上走，你的賬戶在縮水，你想一想，你這玩意還沒法跟人解釋。你旁邊有人問你炒股炒的怎麼樣？股市天天漲。你的有沒有漲啊？你說你怎麼說？你不像不炒是我不買沒買，對不對？我不參與，我不看。但是你買的，你說你怎麼解釋？天天在縮水，那邊熱火朝天的牛市，確實這個非常這個叫殺人誅心扎心。這個大家可以看那個叫什麼？有個叫林園私募，這就是典型代表。林園買了好多這個酒是吧？茅台還是什麼大消費類的。我今天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這林園現在也不能說他慘，反正人家錢賺夠了，你委託他理財的，他發的私募不是人家認購的嗎？這些人慘了，那他反正是旱澇保收管理這私募基金。你想這幾年他茅台陰跌，一直在陰跌，最近好像這個林園的那個私募還被證監會有關部門給罰了，成為一個典型。昨天電力板塊突然異軍突起，漲停，很多漲停的，今天又都跌停，你說這玩意你怎麼整？我們再說，即便你膽大，你買了很多硅基相關的股票，你不怕？你有400多買的，500多買的，那股票都貴得很，是吧？但是你要是節奏沒掌握好，也是在賠錢。不要以為人家都創新高你就賺錢，你節奏沒掌握好一樣的賠錢。還有一些所謂的硅基板塊是吧？那妖股你買中了，它立案調查，連着多少個跌停，你都出不來。對吧？也就是硅基板塊裡面還有很多妖股是要立案調查的，你也保不齊。你現在看你那股票挺好，哪天它突然立案調查，你就慌了。第二個，即便那股票很正常，你買的，但是你節奏沒踏好，一樣的也賠錢。有人說，那我買了我就不動。我告訴你，這股票上下震盪你不動，你除非是植物人，你除非我被進去了蹬縫紉機，否則你这根本拿不住，上蹿下跳的。所以說，即便你買对了這個硅基，恐怕也賺錢也非常難，不太容易。稍微往下一洗，你這褲衩子都賠掉了。所以我說，散戶在這個市場裡面，尤其是咱們這種市場，那裡面欺詐善事、財務造假、講故事、各種立案調查，今天一天好幾家立案調查呀，自己掙的那點辛苦錢、血汗錢，你拿來讓人家割韭菜，沒必要。不要說胡適了，咱們說韓國股市最近不是很瘋狂嗎？全民炒股，而且還是全民加槓桿，而且借錢炒股。今天財聯社有個報道，叫外資逃離，散戶接盤，華爾街大行警告韓股
投資風險正在上升。今年在全球 AI 熱潮下，全球投資者目光都集中在東北亞，尤其是在韓國股市。從年初至上周末，指數漲幅一度超過 80%， 超過了其2025年全年 76% 的漲幅，成為全球表現最佳的主要股票市場。这韓國股市熱到什麼程度，咱們前幾天已經講過了，它確實很熱，但是你一熱它難免有泡沫。然而自上周五以來，韓國股票市場已經大幅下跌，這個指數在此前3個交易日累計下跌超過 9%， 本周三開盤後繼續下挫，早間一度跌 3%， 以及短短幾天指數已經下跌了 10% 了，其實它是震動也非常大，上蹿下跳的。在這樣巨大的市場波動中，大量外資似乎正從韓國股市撤離，而韓國本土的散戶還沉浸在狂熱的情緒之中。高盛、花旗等華爾街機構分析師都警告稱，韓國股市的投資風險正在上升。成也科技，敗也科技。高盛集团亞太地區首席股票策略師表示，韓國股市此前表現之所以如此強勁，是由於該國的科技股在當下 AI 熱潮裡實現了巨大的超額收益。科技股在韓國主要指數中，股就是權重高達 60%。事實上，韓國股市飆升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由2家芯片巨頭帶動，就是三星電子，還有一個就是 SK 海力士，而這2家公司市值合計占韓國股市總體市值的 40% 以上。而這2個股票，一個漲了 115%， 一個漲了 155%。那你說說，這就意味着一旦2家巨頭企業股價出現波動，就會波及整個韓國股票市場。這2家公司股票目前市盈率約為今年預期收益的5到6倍，約為明年預期收益的4倍。實際上，這表明市場並不認為這種盈利能力能夠持續太久。花旗策略師表示，韓國市場目前比美國市場更為超買，促使該行削減其對韓國市場的看漲押注。而儘管我們認為由於利率因素，目前韓國還遠未達到收緊金融環境的地步，市場也暫時不會出現嚴重的回調或牛市終結。但韓國股市超買程度似乎比美國股市更嚴重，謹慎起見，我們應將一半倉位獲利了結。花旗要落袋為安了，要減半倉。在上周，外國投資者拋售了價值132億美元的韓國本土股票，而本周一，韓國股市波動率飆升至接近歷史高位，韓國指數本周一出現大幅波動，並且交易所還一度啟動熔斷機制，短暫暫停了交易。高盛的數據說，上周海外投資者從亞洲新興市場，也就是除中國之外的市場撤資約170億美元，這是有記錄以來第2大的單周資金外流規模。其中，從韓國撤資規模占其中大部分，達到了132億美元。花旗銀行表示，韓國當地散戶投資者已經愈發表現出過度樂觀的跡象。今年，散戶群體已成為韓國股市主要買家，這些散戶經常通過保證金交易和槓桿式 ETF 大量買入。雖然這並不意味着韓國股市的上漲已經結束，但它確實意味着風險有所增加。花旗銀行如是表示。總之，也就是這海外機構就認為韓國股市現在過熱。不過，說花旗銀行和高盛都認為韓國股市上漲仍有繼續的潛力。高盛估計，上周韓國散戶投資者購買了價值141億美元的股票，而花旗銀行則表示，其在韓國的交易雖然已獲利一半，但並未完全退出。同時，花旗還預計，隨着指數提供商民盛即將進行的再平衡帶來的被動資金流入，說韓國股市將成為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也就是說，海外機構他提醒韓国股市的風險，但是他们也認為現在還沒到頭，還有漲的可能，也就是在刀尖上跳舞啊。我們再看看日本股市，日經中文網，它是5月20號。東京股市日經平均股價指數連續第5個交易日下跌，也就是日本的指數是5連跌了，收盤較前一日下跌746點，報59804點，
約3周來首次跌破6萬點大關，盤中跌幅一度超過1200點。全球利率上升正在動摇此前推动股市上漲的人工智能行情。野村新加坡这个策略师指出，利率上升正在让 AI 相关股票的資金流向出現逆轉。受油價上漲引發的通脹擔憂影響，投資者持續降低風險敞口。20日，東京市場上 AI 半導體相關股票拋售尤為明顯。在高利率環境下，成長預期高的成長股更容易被認為估值偏高。軟銀集團盤中一度下跌 9%。總之，大家知道日經指數已經是5連跌了，跌破了6萬點。這是日韓的股市。那滬市它跟日韓股市也不一樣，因為它這個滬市它連賭場都算不上。不過啊，這個滬市這回似乎下定決心，怎麼着得跟賭場有一拼，賭場也得講究規則，對不對？所以說啊，你看這個央視財經報道，公安部出手了。公安部今天召開新聞發布會，介紹去年以來公安機關打擊防範經濟犯罪主要情況。公安部有關負責人表示，廣大投資者對個別上市公司搞財務造假問題深惡痛絕，公安機關堅持對這類犯罪零容忍，對公司強保護。對上市公司財務造假類犯罪，公安機關始終保持嚴打高壓態勢，從嚴懲治涉嫌犯罪的上市公司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等深挖財務造假背後的挪用資金、職務侵占等掏空公司資產的犯罪行為，對參與和配合造假的中介機構及第三方一案雙查。也就是上市公司有問題，財務造假，那查上市公司的大股東，上市公司還要查第三方，也就是你幫他審計的這些審計機構。對相關犯罪實施全鏈條、全方位、全環節打擊，希望是當真的。什麼意思？說你財務造假，你是刑責，金針上了，不是什麼證監會給你一查一罰，證監會查你罰你，那叫行政處罰，你得罰你8000萬，罰你1個億，那叫行政處罰。金針上那是犯罪，那你就進去得待個5年的，登縫紉機。如果說以後滬市所有的財務造假，所有的這種叫編故事都由公安部來查，都是犯罪，那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否則你看這個監管部門，你看每年都查，每年大量的立案調查，罰款，罰完之後你看不又出來了嗎？你看那個叫什麼據理所據是吧？楊子那個什麼，你能把他怎麼樣嗎？人家套現20多個億走了，還沒走，公司還在那兒，人家你罰款給你罰唄。如果說像這些造假、虛構、講故事、蹭流量這種，直接就觸犯刑法。我覺得應該好一點，也就是但是是不是完全可以杜絕，這不好說。至少讓那些造假的上市公司，他造假之前也掂量，那些配合造假的，他就得掂量了。你那些什麼審計機構，還什麼客戶啊，配合他造假的，因為造假自己造假造不了的，需要有人配合。如果沒有人配合，那審計一審就會出來，那審計也得負責任。所以說，如果說你逮住這個鏈條上，挨個的查，沒有人配合。沒人敢配合大股東造假，當然了，這個想法是好的。如果這麼容易，他早就治好了。說明，因為每一個上市公司後面都住着一個神仙，這個神仙村裡面管不起，不敢管，公安部他也不敢管，根子在這兒。我們再看看胡一進老師，現在可以肯定，胡一進老師他如果沒買那些硅基相關的股票，那他大概率是在賠錢，或者他賺的也非常少。當然了，胡鑫老師他說過，他是買了很多什麼 ETF， 就板塊基金，一半是買的是 ETF， 各種板塊的，一半的資金買的是股票。那這買的股票裡面很多都是中字頭的，這個一半股票裡面還有一小部分是叫短線資金，不停的賣的，大部分股票買了之後是不動的，放在那兒。這就胡鑫老師操作，他自己說過，我分析他這麼多這個組合裡面，保不齊有一些是跟科技相關的。這個是在賺錢的，同樣那肯定有大量的這個叫什麼碳基相關的產業，那都在賠錢。這個大家如果不了解，你可以把那個股票打開看一看，很多跟碳基相關的股票都在創新低，股價比3000點的時候還要低，就這概念。最近大鵝到東大做客啊，胡鑫老師昨天發了一個微博，那是相當的熱烈歡迎，精神父親來了，那還是很激動的。胡鑫老師是這麼說的，那是高度肯定，也不用說了，那是高度肯定的。
他說，地保今天到訪大國，這是大事件，全球關注。高關注的原因之一是这次訪問與董王訪問時隔不到1周，很多人會忍不住琢磨這個時間點意味着什麼。但我個人認為，如果掉進這個聯想裡，肯定就偏了。這胡錫進老師叫自說自話，也沒什麼人把這兩個聯繫起來，只有盤們們喜歡聯繫。這盤們們喜歡，你看4場都來了，不就這麼說法嗎？這不其實正常，因为本來互訪訪問加強溝通啊，這是很正常的。董王本來是4月中旬來的，人家那邊不是在收拾廊子嗎？耽擱了一下，所以推遲了1個月，那跟地保好像這個感覺時間就比較近了。這有什麼？這純粹的是巧合，是吧？這胡錫進老師拿這個當個事來說，說白了就是胡錫進老師未贏先麻，還是麻的一思路。地保本次開展對東大訪問，這首先是雙方為全面戰略協作夥伴正常議程。說想一想看，地保1999年12月31日就任總統，中間有4年任總理，一共訪問東大25次。胡錫進老師說，他說這次訪問是地保延續他機制化、高密度訪問的一次確定性的什麼國事訪問。我認為這種確定性本身就是他此次訪問的最大看點之一。你看看，什麼確定性的還是看點？我就不知道是胡錫進老師想說啥。總之高興，就跟小時候小孩一樣，這家裡來客人了，你看他高興的，尤其這客人還是他向往這種精神祖國的，那多高興。說地保是大國和俄羅斯形成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俄方的關鍵推動者。而這次訪問呢，將進一步強化兩國戰略關係，對雙方夯實各自的外交戰略具有重大意義，同時具有全球意義。你看看，說如此全面深刻的戰略意涵，與這次巧合的時間點放不到同一個政治天平上。你不知道什麼意思？他這胡錫進老師，總之自己設一個問題，自己來解答，完了之後是贏麻了，就自問自答。大國外交部表示，訪問期間，兩國就雙邊關係、合作各領域合作以及共同關心的國際地區問題交換意見。今年是兩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建立30周年，什麼簽署25周年，也是什麼教育年、啟動之年。雙方將以此為契機，繼續推動兩國關係向更深層次、更高水平發展，為世界注入更多穩定性和正能量。有學者認為只要大國和大俄攜起手來，這個世界就翻不了船。對此，老胡深以為然。你知為啥？難道這兩個國家是開船的是嗎？這兩個國家攜手起來，世界就翻不了船？什麼意思啊？那現在世界是翻船了還是沒翻船？那一邊是跟烏克蘭在打仗，一邊跟朗子在打仗，這算翻船了還是算沒翻船？如果這算翻船了，那東大和大俄是不是攜手了還是沒攜手？不太清楚。總之你麻就對了，你反正你找個借口，你找個理由麻一下就對了，你就是贏，各種贏。胡錫進老師深以為然，早就麻了，是吧？胡錫進老師說我已經麻過了。他說，兩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開始建立的那些年，兩國社會裡都有一些人疑慮，擔心兩國走得太近，會影響兩國各自同美國和西方的關係。但是現在兩國持這種看法的人都減少了。這個胡錫進老師又代表了很多人，他說減少了就減少了，反正解釋權在他那兒。過去4年俄烏戰爭，俄羅斯受到西方全面制裁，如果沒有供應鏈強大的某國拒絕參與制裁，並堅持與俄發展穩定正常的合作，俄經濟運轉將很難維持。胡錫進老師現在好像又有點腦子，好像有點短路，是吧？按照頭部黃俄的這個觀點，那俄爹是越打越有錢，越打越富。那麼胡錫進老師現在居然說俄爹經濟運轉很難維持，他為什麼現在能維持？是因為某個國家沒有參與制裁，所以俄爹現在勉強維持。如果某個國家也參與制裁，那俄爹馬上就很難維持。這個好像跟頭部黃俄以前說的這個越打越有錢，好像怎麼着也自己打自己嘴巴了。這就是胡錫進老師自己開始打自己嘴巴，忘了。胡錫進老師居然說俄爹經濟運轉很難維持，你說這叫什麼話？今年伊朗戰爭突然爆發，霍爾木茲海峽被封，大國從俄羅斯進口原油天然氣的優勢就顯現出來了。
大俄成了大國的能源大後方，這就是一廂情願，這就是典型的叫贏麻了。所有把俄羅斯當作什麼能源大後方的國家，現在都在後悔。兩國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極大增強了兩國各自的戰略韌性。從長遠看，對各自發展美國及西方的關係都是加分項。最後，胡錫進老師非常熱忱地加了一句：“歡迎地保來訪。”這胡錫進老師非常感動，顫抖着雙手打下這些字的時候，恐怕忘了地保上一次來答應了图们江出海口的事情。胡錫進老師忘了，這是地保自己答應的，說要去跟朝鮮商量。結果商量完的結果是，覺得還不夠保險，給你再來一道更加堅固的鎖。胡錫進老師為什麼不提這個？這個大國好不容易趁這個機會跟中亞修鐵路，好不容易啟動這個鐵路已經簽了30年，都推動不了。為什麼推動不了？就是俄爹在裡面攪和，因為那是人家後花園。這個鐵路簽了30年，居然沒有推動，比90幾年簽的嘛。現在趁着這個大俄被小烏給拖住了，無暇顧及後花園，大國才跟吉爾吉斯斯坦還烏茲別克斯坦才談好，才修過去。結果就這樣，人家俄爹來了，要控股，這要的不多，技術入股，他沒錢，技術入股，他占1%還是2%的股份。本來大國是50%，還有51%，這個那兩個國家加一起是49%。俄爹說我不多要，對吧？我技術入股，大哥這點面子不能給嗎？老大哥這點要求又不多，是不是？技術入股就要2個點，2個點，你大國給他2個點，大國變成49，這個俄羅斯跟那2個國家加一起变成51。你看他那2個點就是關鍵2個點，知道？實際上就實現了什麼？實現了，你看大俄控制那2個國家，那不就變成大俄控股嗎？這個鐵路你幫他修了，所以說胡錫進老師他是不會談這個的，這都是父愛。我看這一次要談什麼西伯利亞2號嘛，天然氣是吧？我估計談不成。為什麼？因為胡錫進老師他完全不知道這發生了什麼。胡錫進老師這次他又是把個屎盆子叼回來了。你叼盤，你叼屎盆子，這個是要犯錯誤的。西伯利亞2號它有3個問題啊，這我看了，第一個就是價格，第二個就是什麼呢？它路線，這個大俄它需要這個路線經過外蒙古，這裡面就藏着陰謀詭計。那第三個是什麼？第3個就是資金，誰出錢？那大家覺得大俄已經被打成這樣了，對不對？他有錢修那個管道嗎？大俄境內的管道他都不一定有錢修，他得借，跟誰借？合着你哭哧的把錢給他了，把管子修好了，歸他控制。這個阀門他控制，不高興不給你放，價格动不动要漲，誰願意啊？胡錫進老師可以研究一下，跟俄爹做生意的有幾個占便宜的？歐盟就深受其害。歐盟以前的60%以上的能源是從俄羅斯買，結果俄羅斯以為控制了歐盟的能源，掐住了歐盟的這個叫什麼命脈，拿這個做武器，對吧？能源武器化來要挾歐盟，準備把他們凍死。結果呢，大俄這次來的人，那簡直把半個政府搬來了，有什麼用？沒有一個明星企業家，都是什麼副總理、什麼部長一大堆的。你看董王來帶着人家那每個企業家就是一個明星，都認識，誰不認識？馬斯克誰不認識啊？是吧？庫克、老黃，當然了，胡錫進老師也有可能他是做一些官樣文章啊，就畢竟他以前是體制內的。這第二個，他也是在大俄學着俄語。總之，所以說他寫一些這樣的東西，歡迎一下精神父親，也說得過去。但是也僅限如此了。為什麼呢？胡錫進老師居然人家來了這個首都，他跑到廣西南寧去參加什麼一個網絡公益活動。這按理來說，作為一個頭部俄粉、頭部黃俄，他應該在路邊上，是不是啊？在個有什麼有利位置看一眼這個精神父親那個座駕，呼嘯而過，在人群裡望一眼，对不對？他沒有，顯得不夠尊重，顯得不夠心不夠誠。胡錫進老師他就寫了他在廣西參加這個公益活動，說他回憶起他以前給別人的施捨，在餐館裡遇到一個人沒飯吃，他就給人家施捨，買了一份飯，讓服務員送給他，完了之後寫了一堆，他覺得很怎麼說，很非常的快樂。所以我感覺胡錫進老師這意思就是，他這個是暗喻的意思，就是這次俄爹來要錢要吃的，給點你就會很快樂，大概這意思，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去。我總感覺他就是這意思啊。他就說他以前遇到有人沒錢吃飯，在飯店裡面，他給人買一份飯，蓋澆飯什麼之類的，他很快樂。那言下之意就是俄爹被打成這樣了，沒得吃，來了給人家送點吃的，
你也会很快樂。大概这意思啊。怎么俄爹被打成乞丐了呢？这是咋回事呢？对吧？胡金老師應該勸一勸俄爹趕緊收手，再這麼打下去，乞丐都做不成了。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